NVIDIA 海外总部想要进驻 T17、T18这两块地，但是即马成功人寿再去进行动土的仪式，是毋是故意的？所以针对这款的情形，到底市府甲成功甲 NVIDIA 是要哪桥咧？来听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详尽的讲法。最大的问题是，辉达不可能买一个标的物，那他要付两边的钱，所以这个也是实际上的困难。我想新硕都很清楚，但是他一直坚持这一个，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这种样子。那私底下我也跟他们提议过，原则上他们提来了结了这一个假设一起的这一个利润的这个金额。其实也可以透过第三方，包括像这个会计师公会，或是估价师公会，或是律师公会，原则上去做一个鉴价。李树川嘛已经说明已经向成功人寿提议这个有期利润金要向第三方来减价，而且每一个礼拜拢有甲 NVIDIA 来联络，所有的协商提出的方法研究了后，即马 NVIDIA 上会当接受的，就是成功甲台北市政府来解约，而且 NVIDIA 对口就是台北市政府。李树川再一次强调，希望将伊留伫台北。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